挨着都是流浪者，因为流浪，故所坚强；因为冇土地，故所到来位就是故乡。生命就像春蚕，要经过磨难，才能够绽放光芒。每摆嘅机会都要坚持，每一个机会都係希望。就算流血，也要忍耐，安慰他人總水長，甘苦來時愛強爽。蒙蒙天啊，风尘打滚心茫通，迎其冲，腰断丝裂繁华楼，恩怨了，眼前凶相，眼成凶数。亚生蒙公，亚生凶公。天地间，共相梦。阿哥，啊，你今天空不该啊？哦，真济啊！啊，我伫想先生教过呀，迄唔迄书读到越多，知嘅就越多，人去到越高，看到就越远。我喝咩糖茶啊？阿哥，你发誓哦！哎，笑人屁咯，那笑，你嘛个呀啊，太戇固，참會做事嘛個咯。老板，里面在我喜欢讲哦。系啊。这样多冇幾啊？你嘅法啊吼，人三好人到個別，像俺那不雅意思，俺頭到後一早要到時間看到的啦。俺個終於要種法，嗰時就算啥個帶佢來種誒。老板，有條做咩學？哦，今日同馮太紅當一本咯，咩時節來啊？其他我講啊，你真當兩皮膚天呢，有下乜嘅神路案件，講埋唔平鬆啦，我有冇時間學使嗱？阿爸，馮太紅係咪喺地方嘅嘅？係啊，等下嗱，人哋阿姐嗱，好，嘿，聽見嘛？啊，很忙拿錢呢。哦，錢忙拿。哦，錢哦。一些話哦，唔知記唔記啦？就跟我来了，我就是我俾個臉啦。
把几个被假被你给我弹出来！大桑，冇用的就好啊。用会得到水地度。人用话伫，硬讲说，丈夫就本水大走的。三当然我细个怎做，我先做，莫恨到。无啦，我刚刚运动要无去做。做嘛莫去做啊？了着送，迄家着将伊下做嘅。我按到唔听音，按到嘛个命。我按到树妹，写树妹。用袂待伫其他所在。是哩啊，迄无想讲，就莫讲的吼。我笨蛋，迄倒眼顿。我爸，迄开一米创嘅。毋过，伊好赌。我下肚呛呛，下落爱妹，莫本意，老是做一个，下落老太老妹，迄种下莫本喷伊，你啥意味？俺老太上世，老妹一世，来怕。咱生意都是要无法看到家着啊！来本来爸，俺都死鬼出来，家着我来洗丈夫，做厨师，我本来生死无相干啊。不过，家着我来爸做豆粉，都嫁着上迄摆，来工业死也无好啦。有钱，拿去，老七甲买转来。
也着用啦喏。无相干，唔讲，我去倒，俺来面。我爸老四几寸才50了，我还伫个做商业，时间迄忙到做200了，才做得走。按到唔听音，听音，送到倒车园，无人因讲来空伫哪，毋过唔用买到4几寸，看来无像假中人行。我早唔系假中人啊，我老假中人哪有强用啊？我送到迄老朋友天送装备，装去4几寸，忙伫买拄到啊。计掠倒咧，要迄种装备哦。系啊，广东讲唔系啦，掠倒我迄东港去寻伊，看到伊，我怎会天电伊来？听爱做嘛解啊？来，衫俺老人天色啊。风吹哦，看卖哦，风吹哦，风吹看卖哦，风吹哦，风吹看卖哦。你要不用自由的啊？妹，送到唔记摕个手法鞋，听爱假片，看来叫爱张拿万。唔是的啦，起码也输好个手法鞋，唔是赚到4几寸。妹，唔做得离开4几寸啊，惊到有无装电伊。唔是惊，我会骗伊。送到黄金面几摆，我就走咧，赚到无行，我长伫我爸个脚，本夹着大团团。该用时我就伫掠生意，我这唔脱咧，到咧，好等基本伊停停啊，无爱做水鬼的，多谢你。舅妹，奶舅还可以洗衫。乜解啊？我想搁早看到你。我当年做尾迄个洗衫服，今日听讲伊去假片店。
树妹，吃树妹。做家哥，天堂啊！你走，交開啦，交開啦！睇下有用未無啊？我下要翻睇你無？冇啦，好地啊！佢睇睇就水木嘅，啲搖震波沒有噴霧的，希望也添咗風小波嘅啦。水珠，水神水力，水神，1-3分鐘翻嚟，大啦嚇！哦，用咩用啊？唔仲做，拖下梯頭。挨條啊就照出去順下咧，冇注意到就跳到田土紅啦。一水挨冇做8件嚟看，一水後全部變糊嘅。你睇十步出邊呢？湖水田地土嘅水，點會變糊嘅呢？太掂啦！天佑。水田地土嘅水，點會變糊嘅呢？太掂啦！天佑，哎呦，你唔行開水，望啲天堂，唔啲嚟照出嚟湖水，都停停流到一片來咩？一湖水兩會很粗喏。阿爸、阿哥，大家要順過嚟，人到嘅田，本不是真係鬼呀，人中嘅東西。已經全部小成成嘅。啊？有啊呢？莊主，你看啦，一個湖水嗬，又污又粗，送嚟乜嘅東西啦？你看啦，咩都成行哦，寫都寫唔上呢。聽見嘛？去拗一個書記啦。哦。嘅。幫你大夫。哪的？快推掉喂！有冇事？做乜位啦？快晒！老哥，你一天18件咧，你看吹湖水都有剃頭，18件咧，12種你怎麼剪？12種我真太事情了，太甜了。阿爸，一湖水係買東西啊，有冇出貨？哎呀，山海兒唔叫到貨水，做嚟點貨嘅水，做嚟點貨嘅水。什麼？川普天堂，你看到冇？有呢，人看到做大漢嘅。我拿到你海啊，去講出去嘅。用誒，我個海安重要哦。當然啦，我媽唔係做埋，直接要上到上年嘅時間，我就會拿你海來看一下，一海來看到佢，像看到你樣嘅。不管用的，我就會否定。來，跟哪裡聽先？對啊，你看一啲咁似嘅東西。
哦，那黑马街啊，你用做的看到暗宴哦，很气哦。很气哦，呀，很多是用姜，做得看东演哦，迄是用人做嘅。老师先生讲，你讲基督的son哦，老土的，你做得看到哦。真紧哦，他连黑龙没看得到，黑毛啊？黑龙啊，东演做的啊。有唐人讲，露台露妹，伊遐带到黑龙，上爱伫底下就按酒红。要要铁台，拍看唔到。不过师傅又讲，一腔千里目，见送1600。冇介意思哦。意思就是讲，贴到一个就靠得到一页，树拖到一度，地个就一度。你又会暗香咯，唔清楚就会读书吼。大家都安尼讲。来，沿到山峰，用时用姜，放野落台落梅，好冇？好啊。唔过，咱最后一场。就可以了啊。涂先生，是你操到水么？不要紧啦，有咩事情讲？就左边冇梯筒，冇看到规家人照出来看啊！啊？哦，佢像係鐵學法通嘅，冇馬街啦。啊，鐵學法通？係啊，佢就係啊。呀，太自然啦，本來就會發生嘅事情啦。哦，總都冇用嘅啦，哈。好定冇用嘅啦。涂先生啊，你做個事較多嗬。我有东西想要请教呢。哦。你啊，迄嘛该啊？你啊，迄对替代不出来的污水啊，做得点火呢？唔看，你山海人啊，很叫到水火，你海人很叫到铁油啊。真嘅有俩种油啊！哎，你哪会听到嘅？就係你上尾蟲一片啊！人講鐵桶嘅時間啊，鐵有這種產水用嘅，對鐵台引不出來呢。涂先生啊，你說到起碼嘅東西，你有冇做啲點火啊？上尾蟲也有俩東西啊！哦，定係啊！哦，唔定係啊！因为请唔到呢。我请看到山的、树的，还有木的，变到动态听听。无上，加只会晓人哦，希望呢。哪可能？佢應該咩曉亮哦？曉亮牙把識得牙去過，佢邊沙有海啊，船一動態，人一動到。就咩？曉亮拍半嘅山嘅動電嘅，看唔到嘅。意思就是講，我看唔到露台露妹。就咩？唔好笑啦！害到因老到去山的後背，就看得到的啊！對面嘅山呢，是用鏡看起來動去，不過用行嘅拍幾年呢，喺頭部加下忙做，夾到做乜情啊？都用事，我爸用唔掂喺本家中用嘅啦。莫安尼啦，就咩？我看到人安用，我要莫干莫散呢。不過，我真係當上看到我老太老妹啊！不怪我啦，哪嘛個使用鏡本嚟看，可能上到我老太老妹，
是你啦。无安尼啦，小妹，你们同学不用自由的，原来伊不用自由的，好冇？先生，有嘞。哈，有，迄物事你还嘛该东西啊？你等我来哦。好。In northwestern Pennsylvania, direct discovered 是你哦。kind of 杜先生，讲迄嘛该我汤某啦。哦，歹势。你啊，属风啊，写到你 America 就喺外头属嘅国家，有一只洋人。伫你 Pennsylvania 嘅西北方，佢发现天内下有引出一种无色嘅油水啊。佢条啊流那种油水就很多西尼卡 oil。你改片啊，一细桶嘅做得卖到12元啊。其他条很 nice 发现的啊。你看看啦哈。好。洋人嘅算法係1797年，佢兩片加起2年。哟，算起来52年前啦，52年啦。哎，个洋人很用的用了无水的吼。哦，来看看啦。哦，点火，老茶什么送油啊，醋啦、风湿啦，洋人吼拿去啊来做药的啊，倒金嘛含啲个甚其他嘅用途啦。哎，不过下属嘅人啊，认为啊，俩腐油嘅加成吼不可限量。真正认为啊，俩腐油可能会改变世界哦。穷用，完全穷用啊！我冇想到，遐夜的洋人，我唔是其他条我唔离睇三围墙，又一上联防2片，啥做穷用的事情呢？总主啊，你嘅意思係？涂先生，其实咯，19年前。那就让俺苏杭下嘅洋人穷用热到天油的呢。虽然俺唔理解做做嘛嘅，我系相信佢天作有用啊。哦，不过这样事，俺姑娘唔系俺热啦。我说俺抢出来攞佢囤在去，我两万证明俺係错嘅，证明俺係错嘅啊，杜先生，俺错嘅啊。你用嘅啊？总主啊，莫按吉托，是你啦。俺没调试诶，涂先生，俺了唔影响讲俺的心情啊，俺真系动听啊。系啊，先生，唔敢讲，去很多买个油啊。哦，是你卡 oil 啦 ，oil 就係油嘅意思。是你卡 oil，是你卡油啊。唔講，佢洋人嗰邊一動作嚟買12斤油，佢本身那邊差唔多幾多錢啊？2片嘅錢是差唔多，我想應該係16斤元送下啦。係啊，像金嘅咁貴啊！2片嘅錢是差唔多，我想應該係16斤元送下啦。係啊，像金嘅咁貴啊！係啊，你也就相當啊，無色嘅金嘅，無色嘅金嘅。係講，我做啲熱到源源不斷嘅污水，係鬼上鼻牆嘅人，種下就做得高行業咧。多謝涂先生，今邊攞嚟講眼度啊！先生喲，是你啊，嘅我先落去嘅哈。好，哎。你都講乜嘅呀？我哋啊，你講了，可能改變世界嘅富裕。阿爸，你看啦，原來不會全部買槍嘅咧。係啊，全部買槍嘅呢。哎，你看啦，搶到一切。阿爸，
阿啷个？阿今日也喺朝嘅土先生。哈？看嘛啊！哎呀，有亚兰法吃啊，无想到你养出来是安酱呢。佢嘅法吼，喺松顶的啦，佢嘅野味就含得啃到一枪，根本就係種養精啊！人家咪一人一槍兩皮膚，無兩年就買脱了呢。呀，乜嘅法喏？長久以來就唔是看過安尼嘅法。冇，人哋個生意掉嘅啦，冇用安尼唔掂喺味道去食了，安尼冇啦。唔放心啦，遐師傅佬吼對上風雜轉來種嘅，唔會用嘅啦。唔咩嘅，阿伯啊。碧涵哥哦。係啊。跌下來。啊？小妹，你來小妹。啊！係啊，同上老子有嘅中央，做啲天堂風比來比去。係啊，本嚟邊？小妹，慢腳啦！哎呦，最後係要比走呢。哪一腳？潘琪琪，只有诶，有糖豆嘛？鼻炎掉诶，我再讲出来啊，我讲出来。婷姐，冇茶。李峰啊，你看，也不养到一讲哈，你福成养蜂就冇看过安讲的布呢。养蜂因为皮料吼，绝对养唔出来嘅。哦，真係冇經驗啦。你有在台海講法冇？我自身。講啊，我同你講乜嘅？今日啊，他們都欣賞的事情。阿爸，你們土先生乜解啊？就做樣冇體統啊！啲土先生啊，讀個書比人哋行得多，同道事情比人哋啲呢。佢講佢讀書嘅幾隻國家，很多嘛個亞美利卡嘅啦，佢講幾邊用嘅人啊，反映種油，很多心理卡油，其他就要用呢種油點火二片，仲安尼一細桶嘅賣，講佢桶做啲賣15斤元，換算人哋邊差唔多16斤元啦。其他就講嘅心理卡油啊，就人哋邊嘅鐵油呢。真係哦，一桶做啲賣15斤元哦。唔錯啊，就像金嘅用嘅人貴呢。土先生講啊，啲鐵油就係無色嘅金嘅，搶人哋邊蒙人哋嘅價值啦。那就對哦，一講到鐵油，你就想到頭擺啦。係搶係冇想到，連土先生就拿出來講啊。下班，你什麼人欠啊？你係欠公吧，不然你係報呢？鐵桶以後啊，啲鐵油就像產水一樣嘅，對地台一撥出來，人哋用唔是花馬錢就有嘅，都是唔但搶人哋，三圍場所有嘅人全部做得過紅熱嚟啊！阿爸，唔是做就有錢呐，咁錯。天就講嘅冇唔錯啦，樹康講嘅人做唔定冇做就拿錢，土先生講嘅就算係錯嘅，但係櫃台灣嘅人望人哋鐵油嘅價值啦。就算鐵油攞產水佢用唔會台，竟然用人咯，太簡易埋喺攞而當做廢水，但喺開水種菜個人啊，做得老藝人佢講而吸飽。
掠蛮无加出，无代表以后嘛无加出啦。上看啊，稍微从了地方一开始，像已经落了，还有2-3年天天呢。今日稍微强有200人付，500人3年啊，那时间要改变加出嘞。阿爸，你相信我啊！你千万莫小看那铁油啊！土先生捌讲的啊，用人认为啊，那铁油的卡出，咩掠着人选得出来。那铁油可能怕要改变那规则时间呢。阿爸，土先生真的按用讲哦。土先生讲的唔係全錯啊，唔答應講嘅，唔好同鐵油嘅，你聽唔用睇嚟啊？我唔記得，但是現不管身體都上乜嘅啦。林峰係真我要拜，鐵油嘅土唔得嚟啦。阿爸啦。天都toàn部的，落去听说本人妈。妈就妈，本人大，本人妈，叫的这关的，无差的啦，本来。莫再个转去的。系无做去永用的，唔知么？像妹，迄个系上海看动啊，先本来做。嘛是有人对我暗好，我要记得见本意，多谢你。像妹，我的心爱，我听说要答应离开遐，你相信爱，我就要答应去，就算是想老自由的穷庸一点走，我也要灭出方法来。我先去，唔平爱几日嘞，好转的啦。像妹，我先去，唔平爱几日嘞，好转的啦。像妹。同样的时间，我不会请。甲爱先转了。讲哦，突然个做嚟看到潮妹，做嚟看到潮妹，點哦？潮妹，點啊？潮妹，什麼聲音哦？我記得潮妹，潮妹哦，潮妹你來咧。阿哥，你真來啊？啊，咩話嘅啊？你伫咧放嘢使用貴哦？
哟，不差哦，印嘛印枪了。你也毋迄土先生的使用物件，你用买停啊了？先生老使用件留伫个福桶，我看到呀，这老囡拿出来教一下。阿哥，不过一起位字头。头你屁乱啊头！那天公院就老记万本先生，唔通电啊！莫老爸妹乱讲啊！阿爸妹上吵诶，吵嘛个啊！这位味道铁油啊，土先生讲，铁油一桶，做你买洗不经用。阿爸上热，阿妹又唔咸，你讲嘛？系啊。哇，当多呢！哦，亚洲也蛮唔错诶，铁油按好甲做乜唔热啦？阿天嘛，啊？铁油唔免乜个好东西哦，做唔得人廿把好啊。哦。你去哪啊？哎。就算唔讲，有咩滴？啊？有去请太太诶吼。系啊。让英英倒往就去请去咯。听讲伊属实的啦，那你就做唔得去。不过我听讲伊有事情要去解封呢。嘛个事情啦？就伊拿布啊，布应该要用摕的吼。唔是啦，唔会滴哦。请到一张唔好的先生，无按改啦。请乱牙喏，对听讲开始吼。除了补卡同学堂，那你就做唔得人来去。糖都无啊！你还没问，你唔安咯？有啦，我有糖到啦。会啦，输叫去洗洗啊。哦。阿万，我去暖水盆洗身。你洗了，迄毛甲洗铁咯，是用用滴度就洗唔落的呢。唔是啦，唔是风也喷喷吼，那就万黑呢啦。阿万，阿万，阿万，阿爸。阿妹用唔好铁油，也未讲火，铁油会出大火。既有顶嘅火，阿妹用唔强，佢无强用。油电做了本特殊瑕疵，也未当然唔好强啊。阿爸，迄个买铁油做了本阿妹唔是做填色，唔是染布，阿妹迄唔迄就唔会强诶。阿万，拍要落水，好休息咧。做唔得啦，那个船哦，再唔是水就会走来脱的。
嘛是个个好人。无啥，来用林峰，抢走了爱用天天。这样事，爱对头家因好的，爱用对得起啊。先生，来下货嘞。赢啦，赢！先生，您公公司下田做得少啊，还是下货啊？你用运气，你用信用啊。轻松一记，一记在飞，此撇脚下嘅土地，无想头摆，无讲故意，假讲摕到单枪我都无做事，轻松一记。在飞，漂洋过海千万里，无惊风雨，无插时雨，假插摕到机会，颠倒无奈情。轻松一记，一记在飞，此别桥下嘅。